好隆重咁介紹一下呢支咪聲，因為呢支咪聲咧係我特別揾一個我哋北京嘅好著名嘅藝術家任志老師幫我做，因為我話黃宗澤呢隻歌我希望有一支特別啲嘅咪聲，有意義啲嘅，咁佢就諗咗呢一個概念出嚟。其實呢一個係我哋人嘅脊椎，我哋人嘅脊梁，但係如果宏觀咁睇係，亦都係國家嘅萬里長城。最緊要係，因為佢嗰啲藝術品咧，其實如果你由入場嘅時候，有個 F 口咧，已經有一個好大佢嗰個一個 chrome 嘅圖都係佢做嘅。咁佢啲藝術品咧，其實全係賣好幾百萬。咁但係我同佢講我話，呢支咪聲我唱完演唱會之後，唔屬於我嘅，但係又唔屬於你嘅。我哋一齊攞拍埋咗佢，去送俾我想喺香港起一個流浪貓狗嘅救護站。咁所以好多謝林志老師花啲時間辛苦咁正嘅一個想法，去完成呢一個心願。多謝佢。